聯邦貿易委員會 FTC 控告電商巨頭 Amazon 使用欺騙手段，令到消費者難以取消 Prime 會籍。雙方就呢一宗訴訟達成25億元嘅和解。朱慧琪報道。聯邦貿易委員會今日宣布 ，Amazon 同意支付25億美元，以和解聯邦監管機構嘅訴訟。FTC 指控 Amazon 涉嫌使用咗複雜嘅訂閱陷阱嚟到誤導同操控消費者加入 Amazon Prime 計劃成為會員，又令到消費者難以取消會籍。喺25億和解協議入邊，有10億美元係民事罰款，其餘15億係退款，大約35萬人將會受惠，每個人平均將會收到51蚊。符合資格嘅 Prime 會員，包括喺2019年6月23號去到2025年6月23號期間過 Amazon 嘅單頁結帳註冊會員嘅人。至於點樣理賠同埋索賠，當局仲未公布具體細節。2年前，聯邦貿易委員會入稟西雅圖地方法庭，控告 Amazon 喺10幾年嚟嘅違規行為，包括違反喺2010年頒布嘅恢復網絡購物者信心法例。呢一項法例旨在確保消費者了解自己喺網上購物嘅時候所支付嘅費用。Amazon 喺和解協議入邊唔承認自己有錯，而呢一個亦都係和解協議嘅慣例。呢輯係記者朱維琪報道。